嚟到學校啦。係啊，冇錯，前幾日先嚟過，今日又嚟啦。之前嗰個就係姐姐嘅畢業禮，今日係妹妹嘅結業禮。咁啊，而家嚟到呢度，究竟有啲咩睇呢？有冇獎攞呢？慢慢睇落去啦。耶！悉心地指導同埋係好堅定咁支持嘅，參與學校不少嘅活動，包括家庭教師會一啲旅行啦。陳庭生、三師張允浩、三師林雲彤，第4名三師袁以純，第5名三師麥欣文。藝術創意方面有全面發展表現優秀嘅同學，1B 薛萬欣，2B 陳思源，3C 袁以純，4A 賈思超，5A 劉顯柔。望鏡頭點咧？
啦，今日嘅結業禮完結啦。妹妹純就得到2個獎，咁就睇埋學生嘅表演，非常精彩嘅表演，咁就完成啦。而家呢，就差唔多12點，等妹妹純放學之後就接去食嘢，咁就完啦。咁就講到呢度啦。如果想睇返姐姐嗰條片，就如果係睇 YouTube 就可以喺右邊撳返啦。好啦，唔講咁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